来乡亲啊，南投德山是我的故乡。讲长辈阿嬷，这个黄昏的故乡真水哦，出现着美丽双青、双彩虹。昨暗头啊，中部各地拢来到大雨，雨停了后，德山的天空出现着2道真完整的青，而且色彩鲜艳。德山有真侪乡亲拢甲翕相传起的面册，甲大家来分享。 南投德山的天，互日头落山的光线反射变感觉色色水，还有真大的双擎挂在天顶，亲像桥同款，下过人家含大路。双擎的范围跨过长，用目睭就当清楚看到。尤其德山地区地厝真济，所以真济人伫咧无共所在，都能看到5花10色的双擎。 很惊艳，很惊喜啊！越来越明显了，你看很漂亮哎，明天会更好。民众个头举悬看，看个真美，可用手机啊，把这真哈咧看的双擎翕落来，传去留面册，甲朋友分享。大家拢甲双擎铺上网络，有下过运动场跑队，嘛有挂伫厝顶，阁有传统红叶厝，嘛叫双擎包围吊画。 会有遮尔水的景色，拢是因为伫咧23号黄昏时啊，熊熊落一场阵雨。发生在竹山有3小时达到100毫米以上的豪雨的状况。阳光经过小雨滴2次折射、1次反射之后，所造成内紫外红的特殊光学现象。外圈的泥则是在经过1次反射、内红外紫的现象。气象局嘛预测，即几天赶快是下早关温，下晡会落西北雨。 特别是在明天呢，午后雷阵雨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。那这种天气形态会一直维持到礼拜1哦。那到了礼拜2之后呢，高压会逐渐的北抬，整个轴线会移到我们的北边。那之后呢，在太平洋高压的南缘呢，会有一些水汽逐渐的移入哦。那使得我们的东半部地区呢，不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。中央大学大气系兼副教授吴德荣讲，后礼拜3、后礼拜4热来了动，外围云系挖过来，各地有局部阵雨，雨脉上真大。欧洲系模仿30号的几率分布图讲，台湾到陆送岛会有热带扰动的几率，高到60%，所以甲这风台的几率会比20%更低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